恶臭、荒废、登革热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些卫生条件不好，还有一些游民都进驻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这些里民对这一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他们非常有期待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以前最热闹的地方。那有关于外扩卖店布商22间的部分，我们也来尽速的赶工哈。然后在外扩卖店这边，我们希望争取哈，能够让外扩卖店的布商能够在明年农历过年之前，能够开始回去外扩卖店营业哈。那至于国华街3排38户的部分哈，我们也会来尽量争取哈，摊商能够来权利最大化哈，然后尽量来原地安置。但是有一个前提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保留我们这栋西市场的古迹之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位于台南市中西区浅草商圈的市定古迹西市场及附属建筑香蕉仓库，最早建立于明治时期，是当时南台湾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市场，也是台南市区当时的娱乐及民生用品供应中心。台南市政府文资处历时3年半，耗资将近2亿元，将这里修复完成，让这座见证台南市100年来庶民日常生活的市场，能继续留在人们的视线中。未来台南市政府将持续进行街廓整体改建以及商圈活化，让更多人认识这座老台南记忆深刻的重要地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那整个西市场可以说是很多老台人大家共同的记忆。那在日治时期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那从1905年第一代因为风灾倒了之后，那1912年第2代重新把它兴建，所以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风貌就是1912年当时所兴建的一个风貌。那整体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位于市场，那要兼顾到所谓的市场这些摊商他们的所谓的生计，那又要兼顾到古迹修复，所以光修复的时程花了3年多的一个时间。不过这3年多来，我相信完成之后，大家应该会对整个西市场的这个历史风貌感到非常非常的一个惊艳。那目前我们经发局已经后续在做相关的再利用，还有有关周边环境的一个整理。相信不久的将来，整个西市场对外来开放之后可以让大家见证到一个100年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古迹的市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定期会上午正日中之顺，由议员王家珍甲议长郭信良共用时间。议员王家珍首先提出公投上新进度来询问市长个人的态度，接着嘛分别针对食品安全、环保甲教育等议题替地方发声。议员王家珍上午的市政中之顺，首先针对8月底4大公投，包括藻礁、重启核四、公投北大选加来自的案件，询问市长的态度，以及讲好的囡仔袂去食到美国猪肉，为何国军已经食到？议员嘛为囡仔营养午餐来担心。欢迎大家回乡投票，少尽任何包装理由。我先要听市长一句话，您鼓励大家投票吗？鼓励吗？选举是国民的权利，也是义务。公投我觉得是国民的权利，但是我们基本上也是鼓励大家来行使国民的权利。OK， 好，台湾猪肉那么香，那么好吃，但是显然美猪就成为国军的盘中孙了嘛，是不是？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好的不吃美猪，军人不吃美猪，孩子们不吃美猪，都吃台湾猪。结果您如果有孩子，可能在当兵。这个在场的一级主管有朋友有孩子在当兵，吃的就是美猪嘛。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局长能不能够强烈的跟这个双标党政府说，
是不是能够诚信一点？不给军人吃美猪就不给军人吃美猪。好，这我们会反映到食药署。不给孩子们吃美猪就不给孩子们吃美猪。好，让我们台湾猪的美味、健康，大家真正的吃得到，而不是为了要巴结美国。这我们跟中央反映。除了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另外议员嘛为台湾的人口政策，尤其少子化的问题，台湾已经是世界出生率上低的国家。对市长黄伟哲上任以来，第一档减少将近3000人，第二档要到6000人，但是今年1月到4月就减少3693人。因此，议员嘛为想要生，却生不出来翁仔某来请命。虽然市府卫生局有编列100万的经费，不过也都真紧的用完。对此，市长嘛回应，如果费用不够，将动用第2预备金。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市环保局今年推出经营无透明粪扫地政策，原本打算7月1号实施，因为引发无同意见，所以市府改做10月到12月底为劝导期。虽然延到年底，也是有民众认为伤赶。对此，议会民进党团召开记者会，要求环保局将劝导期延到明年年底，让民众加一点时间来适应。为了台南市的粪扫减量，原定伫咧7月1日实施的禁止使用无透明粪扫地仔政策，引发部分民众反弹。市府改为自10月起到12月31日为劝导期，让民众有加一点时间适应。但是因为有真侪人有将塑胶袋仔当作粪扫袋仔习惯，认为禁止使用无透明粪扫袋仔政策了明。对此，议会民进党团11日特别召开记者会，希望环保局会当延长劝导期。我们也支持垃圾减量，但是在这个政策方面，因为它影响了民众的生活相当的巨大。好，我们是不是在这边诚恳呼吁黄伟哲市长，应该将这个劝导期，好，不止延到今年的年底，应该明年应该先试办1年，好来做这个劝导期。百姓对这个政策还不大了解，所以我还是建议说，把那个宣导让百姓普遍知道，然后这个劝导期也能延长。这个方向是利益良善，但是你要让整个这个习惯性来做改变其实在短短的你说从10月1号开始到这个明年的1月1号这样几个月短短的这个劝导期其实是不足的。玻璃破去，我那个用报纸包起来，报纸给用一个塑胶袋包起来，伊也不透明，要安怎啦所以真的在执行上是真的要延长一些宣导期，让民众可以去适应啦。我在乡下那个重物蛮多的为什么会重物蛮多的？有时候他们必须要用这个麻布袋啊，他们来装泥沙，有时候在淹水啦，或者说怎么样，他们可以做沙包。所以他们会有这个麻布袋很多，因为他们平常在施肥，就会累积很多的这个饲料袋。你不让他用，你说跟他换回来，你能换多少？他长期要使用肥料袋，那你说这些肥料袋到最后何去何从？环保局长谢世佳表示，禁用无透明粪扫袋仔是为了台南市粪扫减量，并防止偷盗树叶废弃物等状况发生，而且主要是禁用黑色甲完全无透明的袋仔，普通半透明的袋仔，民众也是会当使用。你若拄则用迄五花袋啊，什么3斤、5斤的，你只有你继续用，那个因为那是半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所以等于说70%、80%的人其实是无影响的，刚才遐20%左右的人会，所以你这款继续用啊。经过党团的请愿，环保局答复将该政策做滚动式讨论，依照各地区的特性做调整，并同意伫明年顶进行，拢会先以劝导为主，除非有严重树叶废弃物偷盗的情绪，是未开民众的罚单。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议会温馨5月系列活动备受好评，议长郭信良甲议员陈义珍、在和甲嘉南夜里大厦热音社以及化妆品科的师生共同开记者会，宣布15号下晡将举办音乐会甲美丽响宴，邀请市民朋友踊跃参加。5月是温馨的季节，台南市议会对4月底举办一连串的作秀音乐会，深受好评。
5月15将再度邀请嘉南药理大学合办2项的活动，有热音社的成果发表，加化妆品应用健康的美丽香烟。这次特别邀请到我们嘉南料理大学整个的活动的表演我们的红包场我们的彩画啦、指甲美化啦、DIY 啦这次的活动呢，也是充满着年轻人的活力和以往不同希望能够让学生的活力呢，能够来到台南市议会将他们热情的散发给所有台南市民台南市议会是大门，永远都给台南市民开，希望所有全国民众和台南市的市民踊跃来到台南市议会，共同参与这次的活动。在个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包括议长郭信良、嘉南药理大学的副校长杨朝成、加化妆品系主任，嘛拢现场教导民众如何来制作酒精的干洗手。同天的活动除了有热音社的音乐会，另外还有美甲、彩妆的体验，欢迎市民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根据基美海中心比例外科发现，被诊断出睾固酮低下症候群，或是性功能障碍男性患者，有相当高的比例工作压力拢真悬，加上爱轮夜班等等，毋是正常上班的时段，以及有长期禁药习惯等等，借此提出警讯。现代人工作形态多元，而且无闲，需要坐较久，也则是轮夜班等因素。互身体状况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可能造成男性睾固酮低下症候群的发生。久来出现脾气歹、睡眠障碍、频尿、紧尿、尿袂清气等状况。对此，基美病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谢坤林就提醒：如果是以下3种工作形态者，拢要特别注意。可能长期憋尿，或者是少喝水，尤其是像一些无尘室或一些工作人员的话，或者是一些像司机大哥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排尿的一些障碍，那他会反复的一个尿不干净，或者是会有急尿、频尿的这些问题，所以这是工作可能会引起的第一个排尿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所谓慢性攝護腺发炎，那这部分目前的一些研究跟一个就是一个工人或者是一些工作伙伴，他如果他是长期需要久坐的一个情况，那他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那有些人他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甚至从老板到比较基层的一些员工，如果他工作压力大，或者是他像需要赶一些稿件的话，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只要精神压力一来，他可能就会有这个发作的情况。那发作起来，他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排尿，影响到他的下腹部疼痛，影响到他会阴疼痛，甚至影响到一些这个性功能障碍这一部分的一个情况，这是慢性攝護腺发炎。那第三个工作有可能会影响的一个情况，包括就是说，有些人他需要轮班或长期夜班的一个工作，或者是他本身睡眠状况非常的不好，那这部分可能会造成他有一些睾固酮低下而造成的一些症状。那这些症状包括可能他的情绪会比较不稳啊，可能他的活力跟他的肌耐力，他工作表现都会下降。那有些人也会有影响到所谓的一个性功能障碍。谢医师另外指出，男性朋友需要意识到家己工作形态以及背后可能会造成的健康危害，因此要随时注意到工课上敢有这类的危险因子，适时寻求泌尿科做相关的检查以及治疗，尽可能改变无好的生活以及工课习惯，莫因为护食而延误了治疗的时机。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茶甲咖啡因为拢含有咖啡因，到底啉茶甲咖啡敢会造成骨质疏松？尤其台湾手摇饮料遮尔普遍，加上现代人精神压力大，就起床在啉杯咖啡来提神等相关问题，做伙来听医生建议，嘛避免被各种错误的资讯影响。
茶和咖啡到底会不会影响人的骨质吸收或流失？虽然外界众说纷纭，不过安南医院骨科医师方启荣引用国外的医学杂志大数据分析，有喝茶习惯的民众在骨质的表现上不但没有变差，反而更好。在目前网络上可以找到的资料，在学术的研究里面，其实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一个医学的杂志，国外的医学杂志，喝茶到底会不会造成骨质疏松？那他们用大数据分析下来，去比对之后，发现其实有喝茶的群组跟没有喝茶的群组，在骨质密度的上面来说，反而没有更差，而且还更好。那所以也因此是说，他们的结论，他们认为说，如果茶这件事情呢，它不会造成骨质疏松，甚至呢有预防骨质疏松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喝茶就不会造成骨质疏松，或是越喝茶骨质疏松越好。那告诉我们的是说，喝茶并不会造成骨质疏松。至于咖啡的量到底一天能喝多少，台南市立医院家医科许维云医师表示，根据美国的标准，咖啡因每日的建议摄取量，成人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克。原则上呢，要注意，一般成人每天不要摄取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如果是孕妇或者是哺乳的妈妈，则建议一天不要超过200毫克。青少年一天不要超过100毫克，而12岁以下的儿童则建议不要摄取。一般市面上呢所卖的咖啡，大概一杯小杯的话是240 CC 左右，那其中含的咖啡因含量大概是将近100毫克。如果是中杯的话，大概有150毫克，大杯就有200毫克了。所以呢，如果是喝大杯咖啡的人，建议就是如果你喝到第2杯的话，就要小心，有可能会过量。骨科医师方启荣强调，如果民众担心钙质流失，不妨在茶或者咖啡里加牛奶。至于民众常用的大骨汤补钙，医师表示，对食补不用太担心，因为台湾目前很少营养不良，钙质的补充都算正常。正确的方法应该要多晒太阳，因为晒太阳才能补充维他命 D 的合成，帮助钙质的吸收。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一般甲状腺控制容易出现心跳上紧、体重减轻等等的症头，大部分嘛拢是靠西医来治疗。不过因为有寡人有副作用，所以最近阿南病院的中医嘛介入治疗，不但效果真好，而且治疗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市立阿南病院中医部的主任黄生腾表示，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原因有真多，有甲状腺毒素的结节。脑下垂体的腺瘤等，而且看的原因是弥漫性的甲状腺毒症，也就是格瑞夫氏病，属于自体免疫失调的病症。一般的病人拢是靠西医来治疗，不过因为有一寡人会产生副作用，因此中医针对个人的体质来辨证，分作肝郁、阴虚、湿热加燥热来治疗。我们中医讲的是辩证，所以基本上要看你的体质。你的体质的辩证，这个基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因为中医来讲，我们简单可以分成几个。第一个有可能是表现出来是一种肝气郁结、气郁。气郁简单用现代医学来讲的，一共可能生活容易紧张啊、压力啊，或是说睡眠不佳什么等等的这种情绪性的压力所引起的，我们就称之为肝气郁结。另外一种有可能是，比如说是这个肝肾阴虚，属于阴虚体质的，阴虚体质的。那这种阴虚体质可能表现出来也是会一种燥热，可能阴液不足。那另外一种也有可能表现出来是一种湿热，或者是说热毒，比如说类似像甲状腺风暴，那时候那个可能那种燥热感非常强烈。那所以说我们中医基本上在治疗这个甲亢这一类的疾病，还是要看病人的一个体质的状况来决定。医师强调，药也无分中西医。爱看个人来调整，伫咧经过半冬到9个月治疗甲追踪，目前中医伫咧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不但有好的成绩，而且嘛无啥物副作用。目前这份的成果嘛伫咧国际探索期刊来发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共款发表伫国际期刊也有机密学中心所发展出用 AI 人工智慧辅助急诊形态预测系统，做伙了解。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2019年全台急诊就医就高达764万人次，其中胸坎痛大约占急诊病人的5%到20%。因为胸坎痛的原因真多，而且病情的变化紧，无容易来预测，因此机密医学中心利用大数据的分析，研发出人工智慧辅助急诊胸坎痛的预测系统，不但用个提升效率，而且降低判断错误的几率，准确度用个达到90%。我们的做法呢，是从2008年到2019年，那总共3院区的急诊胸痛的病人，大概有85200多个病人。那这些数据呢，去把它做一个这个萃取之后，那我们就参考文献用14个这个参数，拿去成立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在好的条件之下，它准确率可以到90%这样子。那这个目前已经把这一套系统把它植入在我们那个医嘱系统。那这个医嘱系统就是说，病人他的检验报告出来了，那急诊医师就可以在医嘱系统上直接做预测。那在3到5秒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它可以辅助医生在做病人动向的一个决策辅。机密医学中心收集急诊最近10年来总共85254位病人，并且参考医学文献14项的特征值，用来预测急诊胸坎痛、并发心肌梗塞加死亡的几率。目前不但运用伫临床，而且搁伫国际 SCI 期刊来发表成果，行伫国内急诊医疗 AI 的头前。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30度到3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5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